那时候我们买了好几只，15只吧，然后每一只就是我那时候甚至有养了一阵子，每天喂它果冻这样子，然后那个动线要让他们怎么走，要用气味去引导它，就是所以其实后来最辛苦的反而是怎么样导这个绿金龟，这样非常的，因为它其实出现的时候其实也不多，但是就非常困难。对对对，里面有一个画面是他走进衣服里，哇，那个我们拍很久，因为他要走领口，然后再从这里走出来。那一幕就是拍非常非常久，就光在影片里只有一小段而已。哇，那另外就是很重要的金龟就是谢章颖来负责这样。对对对。那个时候你跟演员的沟通啊，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？因为章颖她要做的是一只绿金龟，但是是人形嘛。那时候跟他讨论怎么揣摩啊，这些有没有比较有趣的？你的他一开始就跟我说：“导演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看完剧本了以后，我有看没有懂的感觉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就是他都是看大家怎么揣摩那个角色那个人，可是今天这个角色是一个绿金龟，然后我要怎么揣摩他？就是从来没有人演过一只虫啊，这样那。”其实我们刚开始有尝试着用各种方法，比如说叫他去听一首歌啊，然后那首歌是电台司令的《Creep》这首歌，因为它的歌词很像就是一个怪怪的人在注视着一个女生的那种感觉。后来他好像也没什么用，他说：“那你想想看，你有养狗吗？”他说有，然后我说：“你想想看他怎么看你的。”然后他说：“哦，好。”结果到现场以后，他发现还是行不通，因为狗是狗，金龟的动作又不一样了，所以他觉得又很难表现出来。后来我们讨论了很久，才理出一个解法，就是其实他应该不要想着怎么去学一只虫，他应该要想的是怎么学一个人，就是这个动作应该是要要怎么去学一个人，不是学一只虫。然后当他想他的动作是学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会变得是有点学不像。对，因为他要去模仿那个人的动作嘛，他会有一些怪异的感觉，所以当我们理清的是他要去模仿人的时候，我们才找到说原来，因为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人知道虫长什么样子，虫在想什么。对，所以其实后来发现他只要去模仿人就好了。